今日講一巨蟹座，巨蟹座其中2，逆面 The Lovers 戀人，逆面嘅戀人，當然逆面唔係代表佢唔係戀人，係一個色彩嘅暗示，橙色、黃色，成熟、激情，人物仲係令人感覺到激情，愛神都係仲係一個充滿激情，佢係逆面，複雜嘅戀人，多樣嘅戀人，係咪多心嘅戀人呢？一腳踏兩船呢？巨蟹座未來2個月，你會好糾結你嘅選擇，呢個就係今日張牌嘅主題啦。你會好糾結你嘅選擇，喺未來2個月，你遇到唔止一個誘惑，幾豐富幾精彩，令人好嚮往，好多女仔都嚮往咁樣一個狀態。但係對你嚟講，你會即將遇到咁充滿誘惑力嘅一個未來2個月。喺未來2個月，你會遇到唔單止一個你認為優秀嘅異性，令到你好難選擇。呢張牌雖然係逆面牌，但係佢總嘅一個畫面係話畀你知，佢係鼓勵你咁花心，鼓勵你咁花心。喺咩情況下你會遇到唔同嘅唔止一個嘅心儀嘅一個異性呢？想像到你喺未來2個月，應該會好多活動，應該參加唔同嘅活動。所以從嗰張牌面嚟睇，無論咩活動，牌面係鼓勵你參加，會遇到某啲驚喜，係鼓勵你參加。再睇返個細節，佢冇一個唔好嘅未來咁嘅警示，亦即係講你咁花心係會有好嘅未來，揀揀挑挑，挑挑揀揀，你會遇到你應該要等嘅人。我仲睇到一個遠走高飛，我突然間腦袋之中有個成語，睇到牌面係一個遠走高飛，當然唔係指你遠走高飛先至會遇到唔同嘅一個心儀嘅異性，而係如果喺2個月內，你真係選擇到某個心儀嘅異性嘅話，佢會預測到你以後會遠走高飛，離開你而家嘅城市，離開你而家嘅地方。但係對巨蟹座嘅你，呢個未嘗好事啊，可能係好事啊。遠走高飛可能好事，你有機會喺未來開始一種新生活。如果你喺2個月選擇
到你應該選擇嘅人嘅話，今日趁有時間講多個細節啦。睡衣、睡房、睡衣，你未來會遇到唔止一個嘅令你心動嘅異性，而個牌面係鼓勵你咁花心嘅。但係你可能要到上床嘅嗰一刻，你先知道呢個人到底啱唔啱你。講得太多啦，今日集這度。我睇返巨蟹座嘅一個全面嘅一個解牌。巨蟹座因為你嘅性格，你要小心。你因為一個無厘頭嘅一個恐懼，因為無厘頭嘅一個自我而設嘅恐懼，而拒絕某一個你應該接受嘅人。巨蟹座性格如此。我諗呢句話已經係一個好重嘅、好重要嘅一個警示啦。唔講太多啦，講得太多，透露太多，好似唔係幾好。今日就講到呢度。